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哈该书第1章到第2章第9节，哈该书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9节，和本圣经在1107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大利乌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地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的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的心，他们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2年6月24日。第2章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上我必是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上。这时候请宜兰五节长老教会陈伯杰传道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建主殿的呼召，建主殿的呼召。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代表五节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这里跟大家请安。那五节呢就在罗东的旁边哈，那东山河清水公园离我们只有2公里而已。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要重建教会主的圣殿。那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过去这14年、13年、将近14年时间，上帝在五节所做的事情。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在哈该书里面谈到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然后这些从
巴比伦回到被神呼召回到耶路撒冷城重建圣殿的人。那我们刚刚读到这段经文呢，事实上是在末期已经是在末期那他们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刚刚各位在投影片上面可以看到那个根基才刚设立，就是根基已经设立了，但是上面还没有建造。那在这段时间呢，接下来从他们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到接下来4年多的时间，他们最后就把整个圣殿建成了。那我们来从这中间，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神到底对建殿这件事情，神有什么样的看见，跟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个，在主前587年的时候，那尼布甲尼撒王就攻破了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就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城去。那到了538年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古列王就宣告所有的民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然后他也吩咐尼布甲尼撒王，他当时从圣殿所夺去的这些神殿的圣器归还，然后请他们的省长，然后带回去。那他们回去了以后，7月他们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献祭。回到了以色列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献祭。他们开始献祭，然后尊主为大，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多少人回去以色列呢？当王的命令一下，有5万个犹太人，然后他们就回到以色列去重建圣殿。那他们领到王的旨意，王也给他们所有需要的，他们非常的高兴。但是当他们开始建殿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献祭，那一天很特别那一天所有的人一起按照摩西的律法，然后在神的面前献祭。那圣经里面在对不起，字太小看不到。好，在这些故事你要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3章第8节上面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的地方，第2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耶和华，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直到远处。你可以想象他们在立根基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大声的唱诗歌敬拜主，那个内心的激动。因为他们是被呼召回到耶路撒冷，为了要重建神的圣殿。所以你知道这5万个人，他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这5万个人都是爱主的，所以他们离开巴比伦，离开各城，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当那一天极其的荣耀，可是声音传出去了以后呢，第2天就开始发生事情了。仇敌呢就开始来拦阻。那他们在附近，在旁边的那个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就跑来跟他们讲说，让我们一起参与建造这圣殿，因为我们从别的地方被迁来这里，那我们现在也敬拜这个神。那事实上他们是多神都拜，
所以以色列犹太人呢，他们就拒绝了。从拒绝开始，他们就开始到王的那个地方去上奏。所以将近3年的时间呢，他们建完殿以后，到了波斯王大流士第2年，他们就被下旨停工。所以中间总共停了1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办法建造。那直到刚刚我们读的哈该书那段经文里面，到了西元前520年，他们恢复建殿的工作，然后516年这个圣殿建完了。各位可以看到在 PPT 上面的这一张图，这个圣殿非常的大，对不对？好，非常的大。那在第6章，以斯拉记第6章第14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益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流士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好，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先知神派哈该先知，还有撒迦利亚先知来鼓励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坚定他们手中的工作。我们刚刚听到神告诉他们说，神要震动天地，把万国的珍宝运来，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他们的劝勉是什么？在哈该书第1章4到8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软，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7节，主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神的殿只有根基立好，可是经过10年的时间，这个根基也破败。神告诉他们，这是时候了，你们要起来，开始建造我的殿，好让我喜乐，好让神得荣耀。五节教会在今年设立在1960年的6月6号，今年已经是第54年了。那我们的教会呢是砖造的建筑物，那我们的对面呢就刚好是一间大庙，大概在6年前重新盖起来。那对我们来讲呢，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好像神就一个很深的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还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哈，可是神的殿，然后却很多的地方漏水，然后我们的山墙也破掉。破裂，只要有大型的地震的话，那可能就会倒。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从2008年开始，我是学建筑的哈，然后神就感动我，要为教会来做一个设计。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把教会重建，让神的地方。神的名可以在五节这个地方被尊荣。宜兰县五节乡总共有3个教会，总共才3个，那很特别，都是长老教会。一个是立泽简长老教会，是马街博士设立的，到了去年刚好是130年的历史，那也是宜兰县第1个教会。那另外一个是世界长老教会，感谢主，世界长老教会现在正在建堂，建了一半。我们宜兰县现在七星中会的南洋区会总共有13间教会，我们现在有礁溪预备要建堂，五节要建堂，那个4节盖了一半，
那还有就是三星长老教会，他们要扩建。所以各位看到，在过去这几年，神真的很大的祝福在宜兰县的教会，我们也真的都很努力在传福音哈。那撒迦利亚书这一段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勉励哈，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哈。这段经文在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他对我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接下来你们应该都可以念哈，我们一起来念经。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人且大声呼喊说：愿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里来了。神差遣我到五节哈，其实各位一定很纳闷，我为什么是传道哈？其实我是嘱托传道。那我刚到五节的时候，五节教会只剩下2个人，我们中会准备要把它关掉，所以就把它交给罗东长老教会。那时候我刚好从国外回来，我的爸爸陈昌渊长老，那时候因为我爸罹患那个胰脏癌，那医生说只剩下半年的生命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回来。我爸生前最后一次讲道就在五节教会，因为那时候五节教会已经1年多没有牧者，所以罗东长老教会母会罗东长老教会就每个礼拜派长老到那个地方讲道。我第一次到五节教会去的时候，因为我爸讲道，所以我就当司会，然后下面就只剩下两个姐妹，只剩下2个姐妹而已。那其实我们刚回来的时候，龟山长老教会林文安牧师邀请我们去跟他们一起配搭做青少年的事工，还有康和行道会安坑康和行道会林文老牧师也邀请我们在他们的教会一起做青少年的工作。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恩赐比较是对青少年哈，那但是那一次在五节教会服事，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五节教会有一个牌子，上面记载说那个教会是戈德牧师他一个加拿大宣教士他所建立的。他在1953年到1962年的9年的时间来到台湾，他原来在中国大陆服事，那后来被共产党赶出来，但是因为他是讲华语，所以他就被派到五节，然后去开拓那个大同乡。所以在平地呢，五节长老教会是他开拓的。那在宜兰县的大同乡有8间教会，也是他开拓的。好，所以我看到那个牌子，我的心里就一个很大的感动，因为我在中美洲的贝里斯6年半，那也在那个地方当宣教士，觉得宣教士的工作这样子要关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我后来跟我太太一起祷告，我们就决定，康和那时候在龟山大概有180人吧，那康和行道会大概有将近220人，这2个教会要找同工配搭实在太容易了，可是五节应该蛮难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留在五节。那感谢主啊，我今年刚好50岁，上个月刚过50岁。那我要跟各位讲，在这50年的时间呢，我回想，我觉得上帝很大的呼召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撒迦利亚对不起，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4到5节。这是我在五节所经历的。我觉得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传福音的策略是什么？在五节，在这13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然后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相信的那个信仰活出来。那以下我要跟各位一起介绍，在这13年里面，神怎么带领我。左边的是麻雀，右边的是老鹰。两种鸟知道飞行，它们飞行的轨迹是怎么飞吗？麻雀的飞行是这样，对不对？好，乡下有很多麻雀，所以你看到麻雀飞行轨迹是这样，抛物线型的。为什么？因为只要它累了没有挥就掉下来，所以快要掉了，然后就赶快再拍。好，注意看麻雀的飞行是这样。好，在我还没有去贝里斯之前呢，我是做建筑的。我以前在李祖原事务所做高雄85层的设计案，那后来85层做完了，股票下万点，所以我们同事在讲，我们那一组的同事啦，应该也不太会再有人要盖超高层吧，所以我们就说好自己出来开事务所，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班门建筑师事务所。那我们有几个案子在这附近，各位有没有听过植村秀树？有，那个是我们设计的。有没有听过哥伦布？有哈，都是对不起，大概都二三十年前的案子，那个就是我们设计的。好，那但是后来因为结婚的关系，所以我心里就觉得我7岁信主，然后我21岁当兵的时候，真正的经历神重生。可是我从来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那我那时候礼拜6也要上班，那常常要熬夜。那我在教会报了一个延伸制的神学课程，一季我只出现2次，因为礼拜6要上班哈。我们都在松山，可是教会在新庄要坐2个小时的公车去上班，不去教会，所以有的时候我做礼拜的时候就会打瞌睡有一次很惨，还流口水。那时候刚结婚，我太太是教会的领敬拜的那个姐妹所有人都认识她，大家都不太认识我，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放下工作1年时间，然后好好到教会的神学院。我们教会神学院只有1年就把圣经好好读完，那知道该怎么去传福音。然后神很特别，就在那时候我帮教会设计一个宣教中心。在中美洲的贝里斯，然后牧师就问我说，能不能去把它盖起来？我想说，那么小的案子，应该1年就可以把它设计好，就把它盖完吧。所以我就跟牧师讲说，好吧，反正去国外我也可以读圣经，也可以读牧人的账，所以就去了。结果没想到一去就去了6年半。但是是上帝把我拐出去的。在这之前呢，在我还在做建筑之前呢。我是像麻雀一样，靠自己的能力。可是当我出到国外以后，离开本地本家本族，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只好依靠神。在那里我经历复兴，在那里我经历神是信实的神。我曾经1个礼拜的时间开车，然后开3500cc 的那个福特 Aerostar， 我只带$2000去然后活了6年半。然后那个油表就钉在那边不会动。那时候我前2年呢是在贝里斯的技术学院教书。那个我后来本来想回台湾，就把工作辞掉，那卖电脑卖给贝里斯政府为生那因为贝里斯政府很穷，都要分期付款，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借我钱，然后让我去美国买零件。那有一次我要去，就是1个礼拜的时间，要不要定在那里？那我要开车，最后1天我要开车100公里到首都，去拿取款单，再开100公里回来，拿到中央银行兑现。当我从中央银行兑完现，再发动引擎，那个油表就掉下来。那还有一次，我只剩$8，我们家4个人，有2个孩子，那时候，然后2个礼拜要过，2个礼拜以后才会有钱进来，怎么过？$8多少台币？240嘛，对。那我跟我太太，我们在国外，我没有钱，我们绝对不告诉别人，因为我们觉得那是上帝的事情。那很特别的，2个礼拜过了，我们还剩$6。
上帝就感动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伯姐，你今天晚上有事吗？到我们家吃饭，所以我们就去吃饭了。那一贯道的朋友，因为他们很多语言都不好，他们到贝里斯的时候，我们都帮他们做过安家的翻译，所以他们在 City 卖菜卖得不好，路过我们家菜就送伯姐，所以我们家最没钱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冰箱最满的时候，上帝充满恩典，所以我要跟各位讲，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学会成为一只老鹰，依靠神，依靠神。所以我回想这50年来，我有5个正职的工作，都是工作来找我，不是我找工作。那我跟我太太交往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我是神为他预备的，他就很清楚的听到。好，所以我们真的一生所有的好处，真的都不在神以外。在这5年多里面，在前年我买了房子，我一定要跟各位讲，神是信实的神。在99年的12月28号，这是我们家，看一下，好，这是我们客厅，这是我们社区，叫什么社区？彩色嘛，哈。好，这是我们的客厅、餐厅、厨房，1楼。这是我们的地下室，双车位，人车分道，然后还有一个房间，一个卫浴。然后这是2楼，2楼有2个房间。然后这是3楼，3楼一个书房，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好，然后这是我们的顶楼，这是我们家后面看出去的风景，漂不漂亮？漂亮哈，好。99年的12月28号那一天，我跟我同工有一些意见不合，所以我到东山河边去跟上帝哭哈。我很爱哭哈。然后我9点多去的，然后我带着我的圣经，带着我的手机，带着我的耳机、相机，我就去那边跟神哭。到了1点多的时候，神忽然给我喜乐的灵。然后我知道神已经 take care 这些事情，我不用再担忧了。可是当我喜乐的灵进来以后，忽然我听到神对我说一句话：“我要给你一栋彩色的房子。”我一听，主啊，你有没有搞错？因为我是嘱托传道，我的任务就是把5节教会，带领起来，弟兄姐妹能够灵命强壮哈。然后我就应该要。时候到了，我就应该要离开，所以对我的之前的计划，我是还想出去当宣教士，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要买房子。第二个，以我的薪水，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神很特别，神就告诉我说，他要给我一栋彩色的房子。接下来10分钟，接下来我就看到天开了，然后很漂亮的阳光洒在河水上面，东山河上，所以我就拿着相机下去拍了10分钟以后，屋主韩西长老教会的牧师师母就骑脚踏车从我前面过，然后我知道他们在彩色社区买的房子，我就问他们说，那能不能让我去看一下格局？然后他们说可以，结果我就去了。然后我只能告诉你，接下来我看了以后非常的喜欢哦，就像刚刚各位所看的一样。他们说，因为离他们服侍的地方28公里太远了，所以他们1个月只去住2天，96平，96平，对。那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伯杰哥讲你想要买房子的话，我们的房子可以卖你。那我出480万，连装潢，但重点是钱在哪里？不知道。然后上帝就很特别，上帝就在100年的6月21号，然后6月20号。政府宣布多一种贷款，青年安心成家优惠贷款500万，30年，好，然后我们就贷到那个钱。那我要告诉各位是，神是很信实的神，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真的不用担心哈。所以从前年开始，我学会不为明天忧虑。所以建圣殿是谁的事？谁的事？那是谁的家？上帝的家。所以我只要做好我该做的事情。所以
接下来是，我要跟各位分享这13年我们在五节教会所做的。这个教会呢，我刚刚有讲是戈德牧师他所设立的，然后我是主托传道哈，所以在2000年的8月1号，然后服侍到现在。那各位看到那个2000年我刚到五节长老教会的时候长什么样？一层楼嘛，对不对？好，2004年呢，那个世界展望会他们来找我们，然后一起合作弱势课后陪读的课程。那他们说他们要跟我们签订成立社区育乐教室，这是全国唯一在平地的，其他都是在山地，所以他们就给我们50万，中间有28万，我们就盖了那个上面的楼。好，所以我们教室的空间就增加，没有用到母会的钱哈。好，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改建呢？各位看到我们的3墙裂开了，好，然后我们的墙，这是有一根柱子在最左手边左上边。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根柱子就自己分离，所以因为那个空间很小，对不起，空间很小，我们也不能拿铁锤把它打掉，所以我们就只好拿一个伞带把它绑起来。好，这是五节教会现在的状况，然后漏水很严重哈，漏水很严重，我们的厕所要撑一把雨伞，因为上面会有那个会漏水。然后它就会长出那个钟乳石，所以你不用到桂林看钟乳石哈，五节教会就有了哈。好，那五节教会的位置呢，就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的旁边，只有2公里而已。所以罗东长老教会的长老，他们以前就帮我们定位，希望我们教会可以成为营地型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10几年里面，我们就发展体验教育，透过攀岩、溯溪、垂降、独木舟，还有体验教育。户外冒险，然后来锻炼我们的青少年课辅班的孩子，然后也帮其他的教会办营会。好，那我们的意向，这个我真的要看，字太小了。稍等我一下。好，我们的意向，我们要盖一个可以容纳200人教堂，然后副堂有50人。那教室兼通铺有4间，同工的宿舍有6间，祷告塔1间，个人祷告室有5间，然后团契教育厅有2间，然后简餐餐厅1间。然后盼望我们的教会盖好了以后，可以成为5节乡的祷告塔跟守望中心。那因为我们的对面就是庙，我们曾经跟他们一起做属灵征战，那拜的人越来越少哈，感谢主。那宜兰县，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宜兰县教会的联合培训中心。我从去年开始一直到明年有3年的时间，我是宜兰县基督徒联导会的主席。我们这3年的时间要推动家庭更新了。那另外，我们希望在社区里面可以成立松眠大学。因为我们的社区老化的非常严重，那另外家庭教育的推广中心，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间受了一些训练，专门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若是妇女陪伴中心，我们那边有很多的外籍配偶离婚了，然后他们就是需要有人可以陪伴。那我们希望能够成立那个简餐餐厅，让他们可以进到教会来，一方面学习技艺可以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的姐妹可以陪伴他们。那另外，我们希望做宜兰县的冒险体验教育推广跟师资培育中心。我们在96年的在98年的时候，我们成立宜兰县冒险体验教育推广协会。100年的时候，得到行政院的那个全国执行青春专案的绩优单位暑期的奖励。那我们也盼望，我们也是救助协会1919的5节社区服务中心，我们做急难救助食物银行，我们是宜兰县第一个加入的。那我们也是宜兰县第一个做国中小学生课后陪读的。那我们也希望做青少年门徒学校，就是有一些偏乡的教会，他们若是愿意大学生毕业以后不要到社会工作，回自己的家乡，只要到我们那边跟我们一起吃住3-4个月，学会了以后就回去。我
我们盼望能够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可以教导他们，也把资源引进给他们。那另外一个就是救助协会的重大灾难指挥中心，我们有4个同工都接受过先遣志工的培训。好，那下一页，我们教会我们活出信仰。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间呢，我们教会每一年的经常费1/10，我们都要对外奉献，就像利未人一样，他们也要对外奉献他们也要对主奉献1/10。第二个，教会是陶城，我们接待跟保护2个被地下钱庄讨债的家庭，他们当时都没有信主，可是来了教会以后经历神，然后就信主，而且重生。他们现在开始就是就是开始在还钱哈，上帝非常的祝福跟保守他们。那第3个，病得医治，3个人从病危到痊愈哈，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也做医治释放。那我们到花莲玉里、民雄、花莲自学办理体验教育的训练，那我们也协助基隆、花莲、宜兰、民雄地方开办弱势课后的陪读，有很多的教会他们要做弱势课后陪读，他们都会到我们那边去观摩哈。那我们我们在接下来这个礼拜4月3号到4月6号，我们要承办总会的日本福岛小杨树影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可是感谢主，上帝让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间，我们有极大的影响力哈。那各位看到，我们总共有8个同工，8个同工里面有6位是全职的同工。那在男生右手边算来第2个，那个戴眼镜的男生，他在94年就来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同工。他原来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先辞职军官当军官哈。那他在大学的时候信主，他前5年半辞职军官。大学信主的时候，他就到学校去教得胜者。他对青少年有负担，所以当他5年半到期的时候，94年，所有人都告诉他签下去。他那时候的薪水4万5。但是因为他对青少年有负担，所以我认识他，我就告诉他，假如你愿意，我邀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同工，薪水1万，跟我们一起住在一起。所以他就放下一切，跟我们住在一起，到现在。然后上帝很祝福他哈。所以我们是团队服事，我们是大家一起来服事。那这是我们的受训练的，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服务可以更专业，所以我们取得了一些证照，不只是我们同工，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取得了一些证照。好，那上帝也让我们在这些年间里面，我们有9艘独木舟，我们有60套的溯溪装备，然后我们有攀岩装备40套，所以各位欢迎来宜兰玩，好，带你们去宜兰好玩的地方哈。好，那我们带孩子们用体验教育带孩子们，希望培养他们能力，让他们建立能力，不是只有功课而已。所以我们的孩子都可以跑9公里路跑。好，然后他们暑假为了要参加救助挑战营，他们会到街头去募款，挨家挨户的店面一家一家进去。他们一个暑假6日出去，然后连续4个到6个礼拜，大概可以募到10万块。好，那我们也带孩子们去做那个救灾。好，后面的。这是我们的新堂，这是我们的新堂。本来4层楼，总共是4层楼。好，那我们希望盖一个绿建筑，是没有空调的。好，所以因为我住在那个地方13年了，所以我们盼望把这13年我知道风向大概怎么来，然后把这些我的生活经验能够放在我们的设计里面。那2008年的时候，神给我们以赛亚书60章1到7节，然后作为我们建堂的一段应许的经文哈。
这段经文熟吗？兴起发光，因为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能不能念前面3节就好？请。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辉。好，感谢主，这也是我们在这几年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哈。所以五节教会不只是一个在五节乡的一个教会，我们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到各地去。那今天呢，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思想。今天虽然是募款礼拜，但是我要跟各位一起来思想，原来建殿这件事情是神的一个呼召，它是一个呼召。假如你看在在出埃及记里面，他们要建会幕的时候，神选召他们，神告诉他们说，他选召。好，出埃及记35章20到29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推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所以凡第25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心里对不起，亲手纺线。26节，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人，就纺山羊毛。所以各位，你参与在这个建殿的工程里面，所有的人他们都是被神感动，我要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我要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甘心乐意，因为知道这是建主的殿。第二个，参与建造圣殿是神的呼召。在第30节，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这是比撒列。那另外在34节，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亚西沙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充满智慧，能做各样的工。在这里面讲到耶和华提名召他，耶和华知道谁是他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件事情最好的人。所以我邀请各位，我邀请各位为五节教会祷告，那我也邀请各位，你也为自己祷告。假如神感动你要来为五节教会奉献，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参与。那最后一段经文，哈该书，我们一起来念。对不起，忘了弄了，对不起。好，对，好，我们一起来念经。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少，你们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万军。阿们。好，主说，当我们建殿的时候，他上山取木料，我们有实际的行为建造这殿，主就喜乐且得荣耀。其实这是神要求每一个要参与服侍人的态度，不只是建造圣殿，其实是包括今天我们的主日礼拜服侍都一样。在3年前，主曾经问我说，主日崇拜哪一个人的服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说应该是讲道的吧，应该是带敬拜的吧。然后主说不是，是每一个人，因为在新约的时代，人人都祭司。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个地方，神看重的是我们来这里一起来服侍他，不是台上的，也不是台下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然后一起来尊荣他，神就得荣耀。阿们。所以接下来我想邀请各位，我们做一件试试看，闭着眼睛，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一生爱你》。我为各位来提词，你闭着眼睛，注意力就放在耶稣的身上，不要放在歌词上面。我为各位提词。亲爱的宝贵耶稣，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副歌我们大声的来唱，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选择我们可以来服侍你。主要无论是在桃园，无论是在五节，主要我们同心来服侍你。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主要愿教会成为你在地上的代表，成为你在地上的荣耀。主要我们求你祝福迦南长老教会。主要教会也有许多的事工，主要教会8楼要重新来改建。我们奉主的名，主要愿你激动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选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服侍你。主要求你也纪念五节教会的事工，因为这也是你的殿。愿你的殿被建造，愿你的殿得荣耀。主要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主，你大大的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我们被造就是要来服侍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参与，把所有荣耀爱戴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阿们。